孟加拉國總理塔里克拉克曼最近訪問中國時，北京方面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且意義重大的方案。他們向塔里克拉克曼展示的路線圖令印度外交部官員們大吃一驚。中國的新方案對原有的孟加拉國、緬甸經濟走廊進行了升級，但技術層面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印度仿佛被這個新項目徹底顛覆，就像一隻蒼蠅被捲入其中。如今，這個項目被稱為中緬孟加拉經濟走廊。中國不再將目光投向印度，而是希望完全繞過印度，通過緬甸將內陸的昆明地區直接與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或其他海港連接起來。塔里克拉克曼和習近平主席就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型項目進行了深入而積極的討論。印度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可以牢牢掌控孟加拉國，但如今中國卻直接與孟加拉國攜手合作，繞過印度，這將永遠剝奪印度東北部地區巨大的貿易機遇。中國為何如此迫切地想要繞過印度，轉而選擇孟加拉國？答案就藏在一條名為馬六甲海峽的狹窄水道中。中國的大部分貿易以及從中東或非洲進口的大部分燃油都經由馬六甲海峽進入中國。但如果美國或印度在戰爭期間封鎖馬六甲海峽，中國的整個經濟將瞬間陷入停滯。為了避免這種極端風險或馬六甲困境，中國在巴基斯坦修建了中巴經濟走廊 CPEC。中巴經濟走廊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項目，它使中國能夠通過加瓦港直接進入阿拉伯海。而與孟加拉國合作提出的這條新走廊，實際上就是孟加拉國的中巴經濟走廊。中國希望為其西南地區龐大的人口開闢一條通往孟加拉灣的安全通道。如果孟加拉國成為這條通道的一部分，中國將能夠繞過馬六甲海峽，直接利用孟加拉國的港口與中東和非洲進行貿易。這不僅是一條經濟通道，更是中國一條重要的戰略生命線。這一切引起來都很美好，然而在這個宏偉的項目面前，卻還緊着一個巨大的、血腥的、令人恐懼的障礙。這個障礙就是緬甸。從孟加拉國通往中國的這條走廊必須途經緬甸。眾所周知，緬甸目前的局勢十分糟糕。緬甸軍政府的控制範圍如今僅限於該國30%的領土，其餘70%的領土則由武裝叛亂團體控制。當走廊接近緬甸的若開邦或實對時，軍政府已無控制權，這些地區由若開軍等叛亂團體統治。而當這條路線進入獵叔或曼德勒時，其他武裝團體也控制着這些地區。也就是說，這條大型走廊必須穿過一個極其不穩定、飽受戰爭蹂躪且不安全的地區。世界其他超級大國正利用緬甸的這種不穩定局勢。由於這條走廊對中國而言意義重大，反華勢力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美國、以色列、俄羅斯甚至印度都在伺機從緬甸這片滾軸的水域中撈取利益。有人指控印度和美國，正如他們支持恐怖組織阻撓中國在俾路支省的中巴經濟走廊項目一樣，他們也可能利用緬甸的叛亂組織破壞這條中緬孟走廊。然而，孟加拉國無需為此擔憂，我們的軍隊完全有能力在孟加拉國境內保障這條走廊的安全。但主要問題在於緬甸境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現在必須承擔巨大的地緣政治責任。如果中國真的想要這條走廊，就必須促成緬甸衝突各方達成和平協議或實現穩定，而這正是孟加拉國最大的債務所在。為了使這條走廊途經若開邦，中國必須解決羅印亞危機。因為目前有數百萬羅興亞人藏身於孟加拉國境內，而若開邦人口稀少，局勢動盪。為了這個大型項目，中國現在將被迫安排羅印亞人體面地返回家園。羅興亞問題已不再僅僅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對中國而言，這已成為一項戰略必須。這條北京走廊真的能夠建成嗎？
中國能否結束緬甸血腥的內戰，打造其夢寐以求的通道？船是印度、美國和其他反華勢力配利用陰謀扼殺這一宏偉計劃。